情結係最能夠將一個人撳喺地上面摩擦嘅一件事，因為情結喺我哋後生嘅時候就係世界上最大嘅事情。如果一個人有好大嘅福報、有使命嘅話，佢一定係經過好慘好慘嘅情結。喺情結裏面睇到人嘅本性，亦都會睇到自己嘅內心。歷史上有好多嘅人，佢哋去覺悟之前都係會經過情結。我係慶雲生五彩，有25年商業同埋心靈培訓嘅經驗。今日呢一個視頻，我會總結咗以下2點，大家記得點讚同收藏，因為呢一條視頻有可能會顛覆你嘅認知。第一點，佢係一面鏡，佢會照出你內在嘅課題。佢嘅不屑係咪嚟緊教你自我認同呢？逼你去明白你嘅價值從來都唔需要由佢嚟定義。佢嘅背叛係咪亦都嚟教你點樣去設立邊界呢？令到你學識愛自己，先至係終身浪漫嘅開始呢？佢嘅控制係咪嚟教你獨立自主？等你去明白，終於可以為自己嘅人生做主。你發現嗎？所有嘅傷害其實都係一支熒光筆嚟嘅啫，為你去標畫出你內心最需要成長嘅地方。第二點，佢亦都係一個截止日期，逼你離開你嘅舒適區。好多時候我哋唔願意離開，係因為我哋仲有留戀，仲覺得安逸。佢嘅出現就係用最極端嘅方法去話俾你聽，喂，呢度唔安全啊，離開你嘅舒適區啦，呢度已經係變咗危樓啦，快啲走啦。佢嘅殘忍先至係俾你破釜沉舟嘅勇氣，去尋找一個更加適合你自己嘅地方。所以所謂嘅道理，道嘅唔係恩怨，而係你嘅功課。當你收完呢一門嘅功課，你會發現你內心嘅嗰種怨恨開始慢慢淡化，變成一種平靜嘅了然。到咗嗰個時候，佢係咪傷害你已經唔再重要，因為你已經獲得你最需要嘅智慧，你完成咗升級，你已經成功咁樣渡過咗呢一條痛苦嘅河流。如果你正係俾某一段關係嘅困擾，唔知道自己嘅功課係啲乜嘢，不妨喺評論區入邊留低功課2個字，我會私信你一份21天自我重塑嘅計劃，幫助你睇清楚你自己。我係慶雲生五彩，一個陪你活出精彩嘅凡人，加油！